个项目是个水泥生产项目，2017年开始建设，2年期就把它建起来了，过程都是非常顺利。这个得到了我们这个哈斯克投资的大力帮助，随着我们接到这个前期的办证啊，这些一些建设的问题，这个建起来之后，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生产运行也很正常，这个目前这个都达到了满负荷的生产。这个项目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。我们这个项目给当地提供了这个很好的就业机会，目前有200多人在我们这里，在我们企业里工作，是吧？我们每一个地方交了很多的税收，是吧？带动了当地的这个火车运输啊，这个汽车运输啊，这些服务业的发展，应该说是当地政府也好，我们企业都是很满意，对这个项目非常满意的。在这里我感谢我们这个哈斯克投资，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大力的帮助，谢谢。